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啊，当然它不一定对，但是说明它有一定的道理。什么观点呢？也就是说，在做这个性别教育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最初刚刚开始的时候，挑选这个选孩子，其实就是在选家长。选家长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你有可能你有很好的方法，有强有力的师资，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是如果这个家长没选好，这个效果，特别是在前期刚刚创立的时候，很难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教育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方面，而是双方共同的一个结果啊，共同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第3句啊。第4句，首孝悌，次戒文。首就是什么？头，对不对？首先最重要的，次就是其次，第2位的。那么这里呢，其实啊，三字经啊，在我们的这个文本里面啊，经常的会流露出谁是第1位，谁是第2位的这么一个观念。这里的就讲到了，对于一个学生，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最重要的、最首要的，应该是要干嘛呢？养成孝悌等等呢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样的啊，在这个有关于三字经它的这个顺序问题啊，其实是它的一大特色。比如说他在讲这个读书的这个顺序的时候，对不对？他有一个明确的顺序的，他不能够小朋友他不能够随便去读的。他首先在我们这个三字经里面，他首先要对我们讲明，他首先要在教孩子的时候要教他什么？做人的道理，对不对？做人的道理，那么做人的道理，它应该是首先是从哪里来呢？从孝悌啊，从这些日常行为规范。那么在书本表现上，首先就应该是要先读经，对不对？经读完以后才能够去读什么？才能够去读什么？子，对不对？经子通，是吧？你首先你要把经要把它弄懂，然后你才能够去读什么？荀子啊等等啊这些，你才能够去。子读完以后，你才能够去学什么？读史，是不是？才能够去看历史。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一种教育教学的顺序的。当时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顺序，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有的这一个机构？首先，当然这也不一定不科学啊，不一定不科学，只是我从这个三字经啊它的这个顺序来做一个比较。他就把这个，首先他就把这个历史就摆在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位置。小朋友啊，多去接触历史。所以我后面我直接在想，为什么三字经它对我们的这个顺序要求的这么严格？每一句话都写明了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三字经里面可以找到原文的。后面我在想，经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的根本的要求没打好，去读子啊，去读史啊，这个孩子，这个小朋友，他有可能在以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一个过程中，去迷失自我，迷失自己。我们很简单，很显然的，历史里面有正面的事例，也有反面的事例，对不对？那么他对这一些他的这一个故事，他的这些行为怎么去取舍？
一个小朋友他还没有形成这一个相对来讲他的这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一个呢，世界观，还没有这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一个分辨事物的这一个能力。那么他在看历史的时候，他怎么去分辨呢？有可能我们是把他往正面去引导，但是他接受的信息接受的是反面的。因为他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同样的一本《三字经》，每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他的对他的这个感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本历史的书籍放到孩子的眼中，他的取舍是不一样的。所以《三字经》才把这个顺序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清晰。首先要读经，经读完，通俗以后，熟读以后，才去读子，才去读史。所以我们看《三字经》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排版也是一样的，它没有把历史首先放到最前面来讲，它还是把有关于经子等等，有关于道德等等相关的内容全部讲完以后，他才开始来讲历史，他才开始来讲历史。所以我们小朋友他在一学习的时候，他首先接触的他就是前面一部分就是关于道德的要求，对不对？后面才关于这些所以的话呢，三字经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这个教育的这个思想，教育的这种意识是非常的鲜明的，也是经过了很多代人不断的总结归纳出来的这是第4个第5呢，曰国风，曰雅颂，好四诗，当风咏。那么这里呢，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们讲这个风雅颂，是诗经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呢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为什么称为4诗不叫称为3诗？它的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里面分为大雅和小雅，对不对？国风主要是呢下层的这个普通的民众献给诸侯或者是天子的，以及天子通过采诗官每年都要下到基层，下到了田间地里头去，通过